你會用嘅洗頭水可能係你脫髮嘅隱形兇手。30秒話你知洗頭水唔係死亡成分。香港消委會測試60種洗頭水，有超過60成檢驗出致人民醫學源。12種含有可致敏防腐劑 MIT、CMIT， 你嘅毛囊喺度被化學劑猛蝕不可。佢係生產嘅副產物，最高檢驗出24 ppm。長期接觸會損害肝腎。強致敏防腐劑，頭皮會紅腫痕癢，屏障受損之後脫髮量激增。過度清潔表面活性劑，頭皮油脂被刮乾反而冇焗成油，毛囊缺氧窒息。內分泌干擾物直接打亂毛囊生長週期，頭髮休止期無限延長。堵塞毛孔，頭皮好似戴咗塊膠膜咁，生出嚟嘅頭髮仲幼過 BB 毛。有女士用含有 MIT 嘅洗頭水半年，發覺倒退3cm。頭皮檢測顯示毛囊存活率得61%。另一個男人用 SLES 有電油洗頭水，頭油冇少到，反而頭皮多到好似落雪咁。但去 check 下你屋企用嗰支洗頭水，如果見到有少少啲字跡，即刻換。揀翻啲氨基酸表面活性劑，透氣有味或者免費滋潤嘅。pH 降低5.5左右，兩隻冇色素嘅洗頭水。關注我同埋分享俾你覺得有需要嘅人。其實你講下4個嘅副作用。